點解你打波會勁咗咁多嘅？因為我進行緊秘密訓練。吓？乜嘢秘密訓練啊？咪就係呢本書咯，間歇訓練。作者係姜賢珠，佢係一個運動專家嚟噶。間歇訓練係乜嘢嚟噶？係指運動同運動之間有一定嘅間隔，呢種運動係可以反覆短暫休息嘅，仲可以燃燒脂肪。咁一定好啱你做啦。嗱，一個動作做20秒，休息10秒，之後再做另一個動作20秒，再休息10秒，反覆循環咁做12個動作，一日就需要用6分鐘。哇，聽你咁講，本書好似好正咁喎，等我睇下先。哇，原來呢本書有好多精美嘅圖片噶，仲有人示範點樣做呢啲動作。仲有啊，書入邊仲介紹咗好多嘢噶。我知，等我講。原來間歇運動嘅6分鐘係等於一般運動嘅50分鐘噶。但係呢啲間歇訓練會唔會淨係適合你呢啲咁勁嘅人噶？當然唔係啦，間歇訓練同樣適合運動新手、老手、男女老少、學生哥、OL， 甚至係肥仔、肥妹，連宅男都啱做噶。佢仲可以教你設計專屬自己嘅訓練動作，達成唔同嘅目標。間歇訓練係一種快捷慳時嘅高效燃燒運動，同傳統運動相比更有效，亦都可以喺屋企進行，好方便噶，仲有好多優點。原來間歇訓練都風靡全世界噶喎。